15運會嘅單車公路賽男子個人賽將會下個月8號舉行，係唯一跨越港澳3地嘅賽事。賽事早上9點喺珠海出發，經澳門同香港再折返珠海，預計晏晝2點半結束，全程231.8公里，當中香港段55.8公里。預計參賽者喺當日上午10點20分至11點50分進入香港，將喺迪士尼樂園度假區嘅幻想道行人路設置公眾觀賞區，免費開放俾市民睇比賽，以及為運動員打氣。為配合賽事，香港、珠海、澳門賽區港珠澳大橋來往香港同珠海、澳門道路會喺當日早上7點半起關閉，而旅檢大樓亦將提早1小時，即早上6點半關閉。離境通關服務同埋金巴將會喺晏晝12點半開始逐步恢復。至於北大嶼山同埋迪士尼附近道路將實施滾動式交通管制，預計前往機場嘅行車時間增加30分鐘，請大家留意。